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运动时间了。玉明老师呢，当日做，当日健康，当日做，当日欢喜。好，也玉明老师也拿到一支安尼擀面棍哈，也做个咩好啦，擀面棍呢，棍的咩好啦，安尼前面要讲的是脚趾头，好，迄脚讲脚掌和脚踝，然后行路行下无拄好，脚趾不多，好，行路行下脚动会偏多，有冇？也系大家当容易发生的事情，尤其呢，小姐做高跟鞋哈，动会脚偏多，我说今日也针对安尼。给脚趾头，先做脚趾头的运动，做好迄个呢，因为老师让同讲，一支棍的按样来用哈，先用到身上哦，然后先起垫哦，所有的动作起垫们做得做，好啊，抽垫们做都很好，好，也先看因为老师的脚趾头，好，接老娘脚趾头徛起来，好，大拇哥不用下去，四只脚趾头伸出来。此刻呢有办法冇？乡亲朋友，你看你讲冇做好的话，还会纠结呢哈。好，做放起来，各位，弯四只脚趾头，大拇哥放起来，好，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不用下来，重啊，好，看下，好，抓起来。啊，讲人脚吼，当年老师甲教脚玩游戏啊，教剪刀石头布的游戏，你就同到人的末梢，那个心创到了呀，你起垫页数超过手指头以下的血液循环哦，较难松多。不说你刻意做人脚趾头的运动哈，不说也很看哈，脚趾头抓起来，也很多石头、剪刀、石头布，脚趾头伸出来。好，过来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伸出来。好，安尼训练呢，你看下脚筋有嘛哈，脚筋会浮起来。你用力的话，脚筋会浮起来。不用强松，唔爱用力。好，不用强松。我说你接做剪刀、石头、布，安尼动作哈，人家因为老师起垫，等下会抽凳搞太家。好，各位脚趾头安尼。好。安尼，不用下去，刺激按摩一下。好，各位勾脚跟。好，各位绷脚尖。安尼绷脚尖，勾脚跟，绷脚尖，勾脚跟。好，各位转圈圈呢，转圆圈呢。你假使讲起练呢无力，人家要做抽凳做，安尼转圈呢。好，挺通啊。好，也系起练做脚趾头的运动，够稳脚了。看，好，伸出来，不用到了，较清楚。好，剪刀，先老呀，不用下去，四只脚趾头拿起来。好，过来，大拇哥翘起来。乡亲朋友，你试看下，人家海人哈，做铁官的，个脚哈都无能力哈，无去踏梯啊，吸地气呢。古说人家脚吼，我引来引无力。我根本一个学生爱记缝线的帮看哈，就可以一个当到有3、4种癌症的个安尼病友哈，佢插脚马达冇做害，行路行2年、3年，佢癌症全部好诶。古说讲吼，假使讲迄多山方啊，也系讲唔去冇玻璃啊，冇嗰種較危險的地方，去打光腳行路，好對人嘅。给脚的刺激动吼，好记得剪刀、石头、布，你脚要伸出来，一扎的，给安尼脚趾头伸出来，好，够安尼抓剪，也系石头，好，剪刀、石头、布，也系脚趾头、脚趾尾全部会拿给撑开来，好，也系脚趾头的部分，够脚踝的部分呢，你起垫，安尼转脚踝，好，右片、左片，也可以脚木足嗰啲咧有嘛哈，慢慢来训练，安尼训练。喺起垫的部分，等下你可以抽凳做哈，安尼松啊，好吐气，好过来换边，转脚踝。乡亲朋友，人哈，睇部分做太动作，唔会
哈，行路啦，走跑步啦，哈，做运动唔会，他冇去注重到人个手指头个脚趾头，好，过安尼脚踝，好，呀，一鸣老师，放下好，坐下来以前呢，我本大家看，也个安尼，擀面棍哈，起到呀，同样个起点做运动，哈，下背用一个涌泉穴哈，还有肾经，有肾经、肝经、脾经，肾经的起点。我说哈，安尼脚安尼踏点，哈，刺激，涌泉穴得了呀，也分1、2、3段呢，一点，往到涌泉穴。恰恰刺激涌泉穴哈，会抗衰老，你会很好上，够对高血压啦、便秘啦，还会增高哦，还会长高。我说接哈，踏下脚哈，用一个棍呢，安尼踏，安尼运动行路，好，慢慢吐气，可以唱歌诶，好，可能客家电视台呼吸类的节目，好，那呢，就是的，运动后，运动做好伊呢，脚趾头咩刺激按摩到诶，好，好了，也当简单，佮有效果非常的好，好，也一鸣老师坐下来了哈，也慢慢的。好，也拿下来，坐定来做个下个脚踝运动啊哈，脚伸出来，同样啊哈，脚往前压，脊椎同样要抽出来啊，莫按呢，吸气挺胸，脚往前压，好，各位，抱拳呢，好，按你们做到牙呀，脚踝、脚拇足，好，脚拇足练到，吐气，按呢。好，各位反方向，吸气，胸打开来哦，吐气。乡亲朋友，你坐定加咁做，好，莫因看天哦，正经呢，个关节与腺体哈，还对人的下半段呢，给鬼的循环、新陈代谢，你有能力让人毒素排出体外，你就不会生病的哈。好，按你画圈圈，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过来前，要按照来一条筋头，来前面那条筋头，好，勾脚跟，往前压下去，好，勾脚跟，好，过来往前，勾脚跟，好，再按呢，过呀脚，接按呢，再按呢，手要停动咩？脚停动，手身上停动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要动冲嘅喎，哈，個鬆鬆啊，好，一下來了哈，上班有教大家做按摩咩？腳咩樣哈？腳趾頭，唇腳趾頭，來啊，好來呀，當然哈，寒熱哈，你就要保養下腳，你看個吳神父嘅腳底按摩有冇？行到乃至有啦，咩好神父？你知講，我意思講，行到乃至有做腳底按摩嘅，因為腳底哈腳帶係內臟嘅反射器，好，你特別按嚟搓啊。也一鳴老師在教大家哈，你看腳左片搓好先，右片搓好先搓左片搓啊，好，迄冇等下做給他動作又會糾結咯，好搓啊，好。各位將來哈，你講有筆啦哈，有鉛筆、鉛筆啦，人家圓珠筆，不用多呀，夾定，安尼，練習也腳風呀，你講八風齊寫也腳風呀，有冇哈？好，站起來，不用下來，站起來，彎曲，練呀腳趾頭會力啦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站起來，好，左片右片。按你哈，老人嘅腳趾頭呀，有冇哈？按你老佢訓練，個聽一隻，夾起來。咩個清朝嘅10大酷刑用嘅，唔係哦，唔係意思，係訓練人哋腳趾頭，唔行去夾定，然後唔好跌下來。好，你都卡訓練人腳趾頭嘅能力哈，呀，因為老師也記係較太記，你都也按你，也腳趾頭呀，腳拉呀，不動神法，你接一老人。而且個腳有能力，按你打開來，個合起來，打開來，合起來。嗰你練習嘅個神法啦，唔可以一下加一隻、2隻、3隻，一下第3隻，
不用等。同时每个人讲，你张开世界下哈，一天冇办法，各位唔会纠结。纠结的意思呢，就是人个脚趾头哈，还冇按绳法。好，你不用落去人个脚趾头印了印绳法咧，你就会印了印能力。那个脚趾头哈，上面那刀的哈，刀锋沁利呀。故说那手脚的末梢神经当重要。好，拿起来，放下来，拿起来，放下来。好，你会知道讲哈，老师你那个讲笑系冇？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接你都卡咩？你就可以脚拉呢。你就拿一支笔，好，冇错，沿那样哈，沿那样，冇疏松啊哈，安尼沿的安全安尼。好，安尼拉起脚拉按摩，本己刺激，尤其哈年纪越大啊，都寒天热哈，给手脚会冰冷呢。好，你就接安尼先练安尼比脚趾头，比安尼刺激佢，好，个不用享受，个稳掌，安尼，你会发现溜的缝，好，应看天是应高，当然哈，教人脚趾头个手指头的人哈，真聪明啊，真会养生啊。你看生人的哈，生人的细的用啊哈，出世个哈，佢会做运动哈，做迄生人的。马个就唔爱咩，叫做教嘅，是夹手指头个脚趾头。好，你看一下，你做的夹脚趾头哪了？咬啊，是的。你假使讲，你记到说，不过你记到说，你还做咬到夹脚趾头，就表示人身体很当康健呐。好，个是都可以是到140。嗰时夹脚趾头哈，当然按你搓啊，当然按你按摩，好保养夹脚趾头，好搓啊。也还用手搓哦，等下玉梅老师会放起来，用胶用安尼脚去甲搓，好，还有将来用呀，也唔要做的，也基本的唔要做的揉面粉里啦哈，你看安尼，然后去按摩，人家脚哈，脚动到经络，你做安尼，不用等，安尼按摩，安尼。呀，玉梅老师的脚全部瘦诶，好，你就按尼按摩也全部是瘦，好按尼运动啊，不用等，轻轻的去下去，好，你当你这人家脚趾头了，脚趾头高，人手指头、脚趾头去保养的好的话，人身体一定冇问题。那末梢神经的好的话哈，不说像寒天啊，人讲还有一个方法，玉梅老师教大家哈，泡脚。哈，你一桶烧水哈，做得泡脚，泡到脚趾头哈。寒天水较脚烧啊，迄门水寒天啊，水贵安不会脚很扁，很冷。好，温片，还记得嘛？玉梅老师讲的伸展啦，哈，按摩啦，好，各位然后训练人的脚拉啊，好，然后去夹东西啊，一条全部是对人的身体很好的帮助。好，都不用享受，好，不用享受。记得啦哈，做脚做瑜伽的伸展，个可以利用一条圆形的动作帮助你哈。好，做个一道运动啊哈，做个一道个手带呢往下画圈圈，好，各位反方向，一道全部动重要哦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各位往下，往上，好。记得让你抽气哈，要抽上来，往下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好，松啊。好，当你做完呢脚趾头的运动呢，对人的身体的帮助轻大。一下玉梅老师放起来，脚带全部瘦的。记得咯，乡亲朋友，不卡去准备一支棍呢，当然唔是花半点钟500个人。好，做脚底按摩，也喊我买红琴，迄半点钟500元做脚底按摩。这个安尼，用一支棍呢，踏来踏去，去甲做自我脚底按摩 DIY。好了，今日玉梅老师的个脚趾，你会发现玉梅老师的手脚哈，落很啷哈，唔会去动到皱纹哈，唔会安尼逼，也血起过去包送到人脚底手指的话，人手脚就会强。好，今日玉梅老师的脚趾头运动就做到了。
转去记得哈，前面嘅唔喜欢的骨呢，做到健健朗朗，本大本健康，好，安子生。